我哋終於嚟到香港嘅東京改裝車展啦，同埋 IMAX 嘅2025年。咁咧，今次就多咗東京Tokyo Auto Salon 啦，就相對會多咗好多改裝車睇。因為往年我都有嚟啦，但係相對上咧，我覺得因為多咗一個展區嘅關係咧，比往年多嘢睇。啱啱去咗Tokyo Auto Salon 嘅展區啦，入面已經有 AE86啦。然後我哋去到場嘅入口側邊咧，右邊咧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古董車啦。喺我身後邊有架正嘅車。到呢一檔咧，佢有好多唔同嘅卡牌啦，亦都有 Toy Story 主題啦，全部都擺晒喺個櫃入邊。啦，呢個超正啊！咁因為我今日係星期日嚟啦，所以相對上咧比較多人，大家都追睇改裝車。跟住後邊仲有啲改裝嘅貨車啦。我哋咧淨係行東京改裝部分咧，已經行咗3-4個鐘，所以咧。我覺得咧已經有啲攰，因為今次咧第一次搞Tokyo Auto Salon喺香港啦，開心啊！大家可以睇下個人流，而家時間係5點啊，52分啊，都係咁多人啊！我哋下年嘅車展再見啦！